唔结婚嘛？有呢。有呢吼，你讲我天天好的礼物啦。你要电路本带走去用牙先生，烧都是 K 咯。你看我小咪咪啊。好，来看一下，老师准备马个电路咧。你准备啊，系叫做非常高级的水鹿茸药酒啊，水鹿茸药酒啊。嘿，一组的哦。嘿，非常无你嘛伊变变叫啊。个题目系马个咧。题目係我哋客家新樂園嘅節目呢，係睇每禮拜那日還有一道點做。拜四嘅9點。拜四嘅9點，錯唔錯咧？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送俾你啦！好，對，恭喜哈！好，謝謝。不要掛電話哈，資料會留下來哦。咁啊，向國華老師接天衣同天花。揾你咧。天衣同下咧。哪邊來？叶麦的啊，板桥的施先生啊，是，哎，施先生，大家好，恭喜，新年快乐，施先生，你要选哪个题目啊？喂，新年快乐，哎，新年快乐，嘿，恭喜，我是陈国华，我选第5号，第5号，第5號係啊，5號係哪個題目啊？葉一爬上下清強嘅土海，哦也可以簡單啦，哪個呀？嗰 B A 啊，要寫乜去看得到不？安尼啊嘅，係乜嘅咧？係乜嘅問題啊 ？Hello， 我猜是蟑螂，你猜是蟑螂啊？有確定哈？確定哈？對，好，今日就嚟看蟑螂騎車咧，錯唔錯咧？錯咧！哦，錯咧！恭喜！請問，請問一下，你選幾多號嘅電路咧？動到太獎哦，希望做得太準。來選一個號碼，幾多號？我選4號。4號，4號係4號來看一下。哦，我知道是普通啦。啊，問嘛，要不要換？可以換嗎？啊，可以換，可以換。你要換嗎？換嗎？哎，也不一定哦，搞不好是大獎哦。單偉不要騙我啊！我咩唔想騙啦，不過我知道做得穩啦。想一下哦。可以換嗎？我們一開始就要希望有個好運氣啊，該不該換？一開始就希望有個好運氣，我是覺得要換。愛換，那我換8號。換8號。那我看運氣，運氣有較好嘛哈？8號多2片。哦。我要講，我只能說一句話：好事成雙。所以你寫那些4號呀8號，唔知架結聽啦。4號呀8號咧8號吧。 8號，好，8號，今日就拿來好，8號來，因為我剛講過吼，好事成雙，姑嫂你的禮物就是遠紅外線能量磁盤加50公斤精油，這樣可以嗎？可以，可以哈，因為有能量，今年才可以穿太甜啊，好不好？恭喜你哦，恭喜你哦！謝謝。那一樣的，我們陳國華老師啊，先生，你有準備電路的送本給嗎？有啊，一天呢，給年過年哈。嘿，哎，我有帶一個這個加碼的獎品哈。好，哪個東西呢？就是我們的高級的血壓計。哦，血壓計哈。分天孔哈量血壓。哎，安尼當中嘅哦，孔天的身體上做的穿刺。哎，這一天呢啊，但是我有也蠻來問題都係哈，我有聽客家電視台有一個希望的月滿水沙連，有下一條片尾曲，這條歌按到乜嘅名？唔知嘛？唔知嘛？客家媳婦。哎，哦，好肯定，果然是我們客家客家電視台忠實的觀眾朋友哦。咁嚟看一下客家新橋錯唔錯咧？錯咧！厲害！恭喜！你2隻電路就送本你哦。謝謝。恭喜哦！恭喜！支持客家電視台哦。哎，你咩選多車3位？什麼？謝謝哦，恭喜哦！今晚上來聊哦。多謝，老車，老師等下上來唱歌哈。好的，好。